今仔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，明仔载9月初1，要伫总统府来接见到东京奥运的代表团，以台湾英雄凯旋派对为告赏，邀请到选手、教练、后勤的团队甲裁判，拢从146个人到总统府，佮设计着星光大道，要甲奥运的英雄来感谢。 顶一摆为世大运的选手庆祝英雄国游行，这摆因为疫情改铺星光大道为奥运的选手庆祝。奥运代表队选手会在电子背板这里受访，接着走上红毯，从大门进入总统府。先透过主视角的动画带乡亲行一转。9月7下晡3点，总统府前的广场，要互这些选手、教练等等代表团成员，总共146个人进入总统府参加宴会。 1点钟后，总统、副总统加行政院长会亲身接见。特别挑选这些运动员，他们可能有喜欢的一些音乐，重新编曲，然后欢迎他们。这是手中运用拿白红的图，呼应日本东京奥运的 logo， 设计真济服役、喙暗等等的物件，放入英雄大礼包，要送给奥运的代表团。台湾队 Team 台湾 Team 台湾，在我后面也可以看到星光大道 LED 背板，还有红毯，已经在总统府前就绪。 伫现场，陆军特战指挥部70名官兵，嘛会将日立广场、升三广场大北的国旗掀开，向东京奥运的代表团致敬。 民众嘛使加入教育部内官方笑号留言，红毯的商品电子荧幕会即时传送，大家会使做参与线顶的宴会。